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真侪新住民伫台湾度过青春岁月，更加伫台湾这片土地发光发热。像这个纪录片的导演阮金红，经历家暴失婚了后，受晒即摆翁婿，也就是出名的纪录片的导演蔡宗龙，受到翁婿的影响，接看接听，伊嘛开始摕摄影机用影像来记录新住民甲移工伫台湾的困境。另外，阁有电影甲舞台剧的演员陈秋柳，以及2019年伫元旦的升旗典礼就台领唱国歌的新住民陈玉水，因拢是靠着家己的努力反转人生。因精彩的故事，咱做伙来看。Về rau anh về đây 9 năm rồi, Nhan 9 tuổi rồi. Cái lúc đó nó cũng lái xe nó đụng người ta đó. Cái nó đưa cho anh về, nó nói mày về bển đi về chừng nào xong rồi coi mày gần xong tao rước mày về. 透过镜头讲到4位异国新住民姊妹嫁到台湾了后，经过破碎婚姻、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是一位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失婚记精彩片段。幕后讲师是以台湾第一位新住民纪录片导演，来自越南39岁阮金凤。今天来到阿里山来探班采茶的姐妹们。手提摄影机记录影片，替姊妹甲移工发声。因为10日当前，阮金凤同款经历一场失婚风暴。她上班到晚上12点才回来，事后我才知道她是赌博，去玩女人，什么这样一大堆。一旦你知道的时候，真的是已经后悔都来不及了。还会动手。对啊，他会家暴，赌博回来，今天你赢了，是不是心情很好？可是你输了，是不是你也会生气？所以他就会甩到我们这边啊，跟我女儿讲。李慧青春年华抱着期待梦想嫁来台湾，但是美丽梦无到1个月就幻灭啦。报道一时阵，家族的地角之路，阮金凤忍受半冬，最后带3囝勇敢结束恶梦婚姻。就是我觉得没有得到夫家这边的疼爱，我觉得我还蛮委屈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单纯、很善良的一个媳妇。也不是说不了解台湾的文化，只是我没有机会去了解。所以你东西你再传给我，然后我打开电脑来检查一遍。行出空手无助的低调过往，即摆阮金凤自信佮独立。咱采访一天，卡来要找伊讨论工作电话拢无停过。虽然真无用，不过伊拢袂感觉忝。家己这个充满越南文化风情的所在，是以2017年一手打造的我在家文化站。这个吊床是越在家很有人气的地方之一，因为这个空间可以让越南籍的移工还有新住民放松心情。另外，这里还有一些越南书以及传统的童玩，都能一解他们的相思之苦。Hello， 你要吃哪一个？ Xin hát về người đất nước。唱歌聚会，正是越南新住民甲移工的交流空间，嘛是因伫台湾共同的家。越在家是没有再分你我他的，对，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移工也好，我们的亲2代也好，好，或是我们的姐妹，可能是遇到家暴啦，然后姐妹没有地方住，那我们就会暂时给他们就是做一个庇护这样子。为了庇护姊妹，互人的翁学到恐吓嘛无咧惊，帮助阮金凤展开新人生，而且互伊爱着摄影是伊现今的翁婿，也就是有名的纪录片导演蔡宗良。这样子聚餐的时候都会聊些什么？我们都随便聊，我们主要是。其实我自己也怀疑我自己，我觉得，我小时候才读国小5年级，我到现在我能做这样的事情，很重要是，我现在的老公就很帮忙、很支持，不管是你做成功失败，他都会鼓励。对做线工的失婚妈妈，正做用影像记录新住民困境的导演，阮金凤来台湾19冬，就算人生峰回路转，可是从来毋捌失去信心甲希望。雨停了，太阳就会出来，人生一定会改变。只要你努力，你一定会成功。听着飘啊度过困境，年龄伫30几岁青年世代新住民，真袂少异乡之苦，看过文化阻碍，度过口音差异的轻视甲偏见。除了阮金凤伫导演界展现才能以外，同款发光发热的也有伊越南演员陈秋柳，靠家己的努力反转人生。我不需北极，
我要去小省，就像妈妈小型卖家一样，我想亲眼看见一切开始的地方。但是舞台剧吉普来女主角演一段活着看护带高龄阿嬷逃亡的故事，陈秋柳伫台顶自信演出，嘛讲家己只有13岁，新二代查囝地完全伫剧中兑现。但是因为生活比较困苦，所以要搬回来胡志明市。我好恨这个城市。睡吧，睡吧，进入甜美的梦乡。夏无时的女女掌声是伊来台湾16冬，尽力融入台湾生活，专注的心力点滴。我还很年轻耶，我不是来这里陪你埋在死人的队里呀。我从越南来，过山过海到台湾来，在遥远一个地方，那里是我的家乡。我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刚开始去跟姐姐去公园，那常常都会有人说越南娶一个老婆多少钱？每个眼光都是，我觉得都是不同。我会努力学习融入，然后我也想要做我自己，因为有人就会觉得说，我来台湾，我要做台湾人，可能就不讲越南话，还是不说我是越南人等等。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做，我觉得我当个越南人好啊。那我在台湾，我也是台湾人啊，因为我拿到身份证嘛，所以我觉得都是我的家。对。在做运的时阵，安尼靠咧透气器用手机甲车厢来升起动作，拢同款。2003年透过这看线过来台湾的陈秋柳，对中文字音学起，一步一步看到拍电影的舞台剧，展露演艺天分。我第一次接触电影是艾琳娜，但是我很紧张。我记得当时我接到电话，然后说有一位导演找你要去演，我就很紧张。可是我又想说，对哈，因为我从小也喜欢，如果这个机会过去，我也没有在。所以也是从小时候的梦想，然后来台湾之后实现了。算是吧，放在我的包包，所以只要身上我都会有妈妈的照片。照片很久了，对不对？几十年了。随身找妈妈的相片，甲相处的心境写做歌词，唱出旋律。乌手人啊，视觉团帮忙谱作曲，一首歌唱出思乡的情绪。这句话就是说，进家不家要养家，之后父母年老，饭菜水茶谁来负担？是吧？来到台湾过程苦甜拢有，但是对即卖陈秋柳来讲，那实现囡仔时的演员梦想，嘛想要伫即个土地留下成功的脚迹。代表越南新住民受邀请参加2019年元旦总统府升旗典礼，领唱国歌的陈玉水，穿一束大红色传统服装，特别显目。因为热爱中文，2010年申请来台留学，即马高档过去啊，也个加做台湾新妇。小时候也是听邓丽君的歌，然后因为我听过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我要去台湾看阿里山，然后看阿里山的姑娘。选择台湾是第一个我出国的国家，对于什么叫做国际观什么都不会，然后也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困难。集合就是版，亲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32岁陈玉水甲共伫台湾的两位姐姐三姊妹做伙经营越南料理店，不只是新住民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嘛是越南语老师，也搁伫移民署服务站做语言通译，而且编制台湾法律民事对照表，替唔捌中文的越南同胞解决法律难题。这本台越法律名词对照表里头，一共有204个专业名词，包括刑民法、性侵害防治法、家暴防治法，统统有。陈玉水运用自己语言所长，希望能帮助在台同乡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可能他来台湾读书、来台湾工作了，或者他婚姻来台，雇主或中介可能扣留他的护照或者他的
证件，但是他不知道雇主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所以我想要把这样子的名词呢写出来，让移工朋友可以看得懂说，他的权益是什么。来自世界新台湾人挖出两类资讯，香港青年单脚水增加的数量，在各个领域拢出一份力，打起台湾两国的友谊桥梁。我是喜欢台湾这个环境，如果我的缘分在台湾，我还是选择嫁到台湾。越南是我的故乡，那台湾也是我第二个故乡。假的是喜欢，那真的就是非常喜欢，非常爱台湾。日久他乡是故乡，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在台湾写出生命新篇章，飞过海洋后的此番人生。因的故事持续绽放的美丽，未完待续。